大家好啊！今日有一個地方特別要去嘅，因為近期咧好多人咧就中意打呢個 pickleball。咁其實香港咧而家都有好多嘅場地打 pickleball 啊，但係香港寸金尺土啊嘛，香港啲 pickleball 場咧實在太細啦。究竟點樣為之一個非常之豐富嘅 pickleball 場咧？我今日就帶大家去睇下，我哋一齊上中山 ，Go！ 好啦，準備出發，港車北上 ，Go！好啦，而家咧我哋咧就要行香港嘅最新嘅一條隧道。好啦，我哋而家咧就行我哋香港最新嘅一條隧道。呢條隧道咧就係由九龍灣伸展到去九龍嘅中間，油麻地方向。呢條係最新通車嘅隧道。呢條就係中九龍繞道啦。是经历的世界，越来越远的道别。一日相别，离开有你的季节。好啦，而家咧就到出境之前嘅廁所，我哋要去洗手間先，因為路途遙遠。每一個過關嘅人都會喺度去完廁所先至北上，所以好多人喺度排隊。好啦，而家開車過香港關啦 ，Go！釋放空後轉入港珠澳大橋海底隧道。好啦，因為咧今日咧係12月26日 Boxing Day， 同埋今日咧係星期五，咁啊尋日係公眾假期25號，即係4、5、6日，香港人有4日長假，咁所以咧今日咧我哋
入珠海嗰個海關嗰度咧大排場。咁其實而家逢星期六日咧，呢個關口咧都大排長龍啦，因為港車北上，好多香港嘅車輛咧就揸車咧就上去內地啦。5個開後有間隔10米出口，喺第2個出口靠左。呢個係慣常咗㗎啦，而家變咗常態。咁而家內地咧都有北車南行，咁就但係每日好似得100個架次，100架車可以入香港裏邊。咁大家互利互惠啦，希望大家振興翻個經濟啦。咁我哋繼續塞車過關，睇下塞到幾耐。好啦，終於到我啦，排咗半個鐘頭有多。好啦，到我過關啦。我哋咧過嚟咧就叫量體温，讀取證件量體温。請讀取證件。請按指紋並注視鏡頭。356，完成。好啦，完成啦。系統放行。系統放行。哎呀，終於完成啦！終於過啦，過啦！開路出發。好急啊！哇！真係逢假日嚟咧，都真係幾塞車。哇！冇辦法，不過太多人上嚟，太多車啦。咁我用咗我10點鐘喺將軍澳出發，而家都12點半，即係計咗噼里啪啦少少，我諗都要用咗2個鐘頭時間先至過到嚟珠海呢個關口，啱啱過，而家仲未過到，不過差唔多啦。咁啊，出咗呢個關口就可以直接就上高速去中山。耶！而家前面仲好塞㗎。好啦，話咁快就到咗中山啦！嗱，呢個匹克球俱樂部森林就係全廣東省最大嘅室內匹克球球場，裏邊係非常之大同埋非常之完善。佢嗰個地咧測試咗好多次，鋪過好多次，力臻完美先至鋪得成，非常之咁標準嘅。咁究竟有幾犀利咧？等我帶大家入去睇下。Go！哦，哇！一開大家睇下，呢個場裏邊總共有9個 court， 全部地下都係新鋪嘅，同埋都合乎標準㗎。大家睇下，而佢樓上咧仲有個餐飲部，我帶大家睇下嗰啲牆有幾咁寬。呢個咧就係主場，欣賞下。呢啲如果喺香港可以有咁大場地，一個俱樂部可以起到9個場就正咯。咁就會幫助好多推廣匹克球活動嘅朋友。咁其實呢度咧，中山嚟講咧，佢哋話廣州嗰啲朋友啊，都會特登咧揸車過嚟打嘅，因為呢個場地好啦，夠集中啊嘛。一個 court 有9個場，咁啊好多朋友一齊上嚟都唔怕冇得打。
佢除咗有呢啲正規場，仲有啲細啲嘅。哇！睇下呢啲，真係好羨慕。哇！其實匹克球咧，幾年前已經開始打㗎啦。不過打下又有好多嘢做，所以就冇打到。咁而家睇下有冇機會再打返先。嗰陣時都諗住比賽。而家無論喺香港或者國內咧，都係非常之咁興。而且呢個運動咧，真係男女老幼都可以打嘅。運動量係都有嘅，但係就冇網球嗰啲咁大咯。咁啊，佢哋通常都話匹克球咧就好似乒乓球、羽毛球嘅結合啊。咁啊，打法就可快可慢。最好嘅就係你年長啲嘅都可以打到，同埋長壽啲咯。如果你打匹克球，網球嗰啲都有壽命啊。你40幾歲嗰啲都比賽唔到啦，但係匹克球應該可以嘅，有分組。哇！呢個場好正啊！個地下咧係嗰個回彈力咧係好好嘅，咁好有研究，佢哋去鋪出嚟，樓底又好高啦，咁啊所以咧感覺又好，佢係全呢個廣東省最大嘅匹克球球場。好啦，等我一陣間試下先。呢個就係餐飲部啦，打完攰攰地，跟住上嚟呢一度飲杯咖啡，再睇下下邊啲人點打，幾好啊！今日咧就比較閒，平時如果有多啲美女咧喺下邊打咧，坐喺度睇波咧，簡直係一流。睇下有冇美女先。
喺1月尾，我哋有個比賽，如果你係匹克球嘅高手，歡迎你哋嚟參加。